呀，好有型嘅士巴魯車仔喎！仙氣，仙氣，要354 yen 咋20蚊。今日我哋會先去蝶付神社，然後會去月石紅葉公園、長靖蝶岩、寶登山神社，跟住會去川越入住川越王子大飯店。好 ，Let's go！ 呢度係蝶付神社啊嘛，一陣會去嘅。其實我同車神呢，主要係揾停車場，最後呢，揾到間 Family Mart 可以停到車。你仲有架好有型嘅士巴魯車仔喎！泊好車，我哋就入去蝶付神社睇下啦。裏邊點解會咁多人呢？因為又係適逢753節。咁乜嘢係753節呢？753節係日本傳統節日，喺11月15號左右，屋企人帶3歲男仔或女仔、5歲男仔、7歲女仔嘅小朋友去神社參拜，感謝神明保佑，並祈求健康同平安成長。哇！呢個神社嘅建築又真係幾靚喎。依家首領大人就喺度求水籤，將空白嘅籤紙放入神社提供嘅武甲山伏流水裏邊，等一陣文字就會慢慢浮現啦。係咪好神奇呢？離開咗蝶付神社，喺去月石紅葉公園之前呢，先去一去蝶付妙思公園。聽講嗰度有好多銀杏嘅，點知一去到，基本上銀杏已經甩晒，淨係見到光禿禿嘅樹。如果喺10月嚟呢，就應該見到好似上年我哋去紅本咁，兩邊都係銀杏樹咁噶。好彩仲有紅葉影下，我哋其實都冇入去，只係喺起點影咗啲相。因為呢個公園佔地有成375公頃，如果要行晒，起碼要半日啊！仲有熊出沒警告，所以都係出發去月石紅葉公園啦。到咗月石紅葉公園啦，呢度真係好多紅葉啊！公園內種植咗約200棵楓樹，最佳觀賞期喺11月上旬至下旬。不過其實個地下係好濕噶，唔信有版你睇啊！咩啊呢個？哎呀哎呀哎呀！睇先，得唔得？得。繼續行緊。好高啊！唔係呢度好靚啊！哦。好彩我呢部機360，今晚翻去再睇下影片，究竟你點樣扇低？我哋今日呢就會喺呢間有鄰味噌豬扒檔專門店食午餐。咁當然係食呢度嘅名物味噌豬扒檔啦。呢度嘅餐牌呢，其實冇乜嘢揀，只係豬扒嘅數量有分別，所以大家嘅餐都係一樣嘅，都係3塊。正當我哋準備去長靖蝶岩嗰陣，見到有好多人注視住路軌，原來有一架蒸汽火車正準備埋站，車神即刻跑去車頭打卡啦。因為車神除咗係車迷之外，佢亦都係一個火車迷嚟㗎。到咗長靖蝶岩，
本來諗住坐船遊覽客激流，點知去到嘅時候見啲船都埋晒岸，原來今日嘅船飛已經賣晒。嗱，呢隻應該就係尾班船啦。咁冇得坐船啦，趁未天黑，查臨去埋寶登山神社啦。未到神社，先見到寶登山神社支持，而呢度嘅氣氛令我哋呢位團友好激動咁講。仙氣，仙氣。首先經過嘅係神社嘅二支鳥居。上完樓梯就到達咗寶登山神社，隔離有一棵御神木。咁亦都有好多御守售賣啦。穿過呢個通道呢，就會見到神社嘅本殿同埋天滿天神社。經過小橋，會見到寶玉渡河神社。而喺樓梯嘅左邊係玉泉寺嘅樹木園，而呢度呢，就係玉泉寺嘅佛教寺院。參觀完神社啊，又準備出發去穿越啦。開車行咗一陣，就見到一間超市 Fuji Mart 長靜店，睇下又有咩賣先。要354 yen 咋20蚊，不過中拖中國產即係美國嗰邊。因為我哋要去到穿越先會食晚餐，所以首領大人揀咗好多嘢俾大家喺車食。大約晚上7點鐘，我哋就到咗穿越王子大飯店。聽講呢間係武名谷主題公園嘅指定酒店嚟㗎。又係時候拍 room tour， 一入嚟先見到有塊大鏡，房間 size 都算正常。床頭櫃有部幾懷舊嘅電話，隔離有個茶杯櫃仔，一張梳化仔，一張台仔，同埋空氣清新機。而喺另一邊嘅梳妝台呢，就有雪櫃仔，台面仲有部電視機仔。跟住喺入門口有個衣櫃，跟住又係一個正常浴室，感覺佢比較舊，畢竟佢都唔係新，而且係咁多間最平，同埋都係瞓一晚啫。8點出發去食晚飯，但係好多食店都開始休息，
揾到呢間星奶咖啡店收9點，就決定試下呢間呢。今日佢有個期間限定燉牛肉多利亞，唔使諗就食佢啦。跟住嘅餘興節目呢，就係夾公仔同埋夾尊嚴啊，唔係，係夾尊嚴至真。咁最後當然係夾唔到啦。旅程嚟到第5日，我哋會去北歐風森林村 Mesa Village， 然後去冰川神社釣姻緣，打嘅呢條真係渣，仲會去埋小江戶穿越一番商店街。下一集再同大家遊穿越啊！